看这个消息就感觉呢，互人呢真欢喜。来讲这个在地人在地情，讲嘉义的消息。嘉义市政府出版头一本自编的客语画本，叫《学客话快乐世嘉义》，以嘉义在地客家乡亲的生活为故事，结合客家美食甲文化，希望讲用趣味的内容，或者囡仔会想要学本土的语言。 为了加强现代囡仔学本土语言，嘉义市政府出版的第一本家己编的客语册，本地清楚表示四关腔含海陆腔的客语拼音，让囡仔学客家话唔惊困难。册内底内容除了客家美食，更有真济嘉义在地文化。我们希望它是融入所有的课程，不只是语言，包括文化，包括生活，甚至哲学。每一本册内底拢有 QR code， 学生透过手机地当听到正版的发音。老师讲，希望不管什么年龄层的民众，都有机会会当学到这本册。只要有机缘看到这本书的人，他都可以进去学客家文化，学客家拼音、客家语言。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嘛强调，本土语言教学的目的，唔那是对语言的传承，嘛是亲接对在地文化熟悉，让学生有兴趣当学客家话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